嗱，今年咧2026年生肖屬鼠嘅朋友咧就係沖太歲啦。OK， 咁咧而且加埋咧裏邊咧個命宮裏邊咧係一粒吉星都冇嘅，全部都係空星。係啦，咁屬鼠嘅朋友咧今年同馬相沖啦，屬鼠嘅朋友咧就要小心啲啦，會有機會破財啦，又有機會有牢獄之災啦，或者係官非嘅嘢啦。OK， 尤其是喺1960年出生嘅屬鼠嘅朋友就要更加小心，就同埋2020年嘅朋友，呢兩個年份嘅朋友咧，好大機會咧會有官非啦，牢獄之災啦，同埋會有受傷，係啦，所以喺2026年嘅2月4號之後咧，就最好就去啲廟度作個太歲福啦。咁啊，保下平安啊、盛啊咁啦。OK， 嗱，咁咧就我建議啦，就最好打一個太歲嘅3合啦。OK， 咁咧係老鼠啦、龍啦、馬騮同一個八卦。咁健康方面啦，嗱，今年咧就歲駕就入咗個命宮啦。咁咧就有好機會就咩令到眼睛出現咗問題。係啦，尤其是1960年同埋2020年嘅朋友咧，就要更加小心啦。咁點解咧？事關一個心臟血管就好大機會出現問題。OK， 嗱，喺工作方面咧就冇吉星就不得止啦，仲有裏邊咧有一個叫欄杆星，所以咧今年咧就會有好多麻煩嘅嘢啦，一波三折啦，每一樣嘢咧其實咧今年嘅流年咧真係唔係咁啱自，即係唔係咁順自己嘅。嗱，咁就係講到財運啦。咁喺財運方面咧，頭先講緊啦，3大空星就喺埋一齊啦。咁好容易咧就令到你會有機會破大財啦。不過咧，屬鼠嘅朋友有一度好處咩咧？就勝在都有貴人嘅。OK， 咁喺感情方面咧就進展就唔會大得去，即係今年就冇乜大進展嘅啦。基本上屬鼠嘅朋友今年咧要到差唔多年尾先至運即係啲所有嘅情況啊，成先會開始好翻嘅。好啦，咁又到2026年屬牛嘅朋友咯。屬牛嘅朋友今年就恭喜你啦。點解咧？即係吉星高照啦，貴人相助啦，有一個好嘅氣場向上升。咁咧，基本上今年咧屬牛嘅朋友咧，可以每一樣嘢都逢凶化吉嘅。OK， 咁咧就貴人出現啦，又有幫到你啦，又可以出人頭地啦。咁你做嘢又可以喺事業上就更上一層樓啦。喺工作方面就會有更多人出嚟幫你嘅。雖然咧就有2粒大吉星照住啫，但係咧個人咧就比較會暴躁嗰啲，就容易發脾氣啊、發猛啊，或者容易得罪人嘅今年。OK， 嗱，好嘅就唔使講咁多嘅嚇。OK， 咁啦，而家講個健康啦。健康方面咧，今年咧每一樣嘢都好正常嘅，好好嘅。尤其是喺女性方面咧，小心就最好就今年就檢查個乳房啦。OK， 喺工作方面咧就點解頭先我話好好咧？就係話，首先今年咧你嘅諗嘢會叻咗，咁你創作力就會高咗，咁你變咗你嘅發展力就會強咗，咁你升級就會大咗啦。係啦，所以咧你今年咧做咩都好啦，就千祈唔好躁，要平心靜氣，咁你自然就會更上一層樓。OK，喺財運方面咧，今年就係極佳啦，咁變咗不論正財啊、橫財啊、偏財都係其實係好好嘅。嗱，喺感情方面咧，今年咧就有幾粒星入咗你命宮啊，唔係咁靚仔啦。咁咧好容易咧就會鬧交啊、嘈交啊，又會機會俾人猛啊、暴躁啊，咁咧就令至到咧感情方面咧就會出現問題，小間個起伏都好大嘅。2026年嘅12生肖，咁今集咧我哋講到咩咧？係講到屬老虎啦。嗱，老虎今年咧就比較麻煩少少嘅，事關咧又有啲唔好嘅星喺入邊啦。咁靚嘅就唔見咗啦。咁咧嗱，今年屬虎嘅朋友咧就小心啲啦，你好容易會有血光，所以咧我建議你咧最好就喺2月4號之後咧就去廟度作呢啲福啊、成啊咁樣啦。嗱，今次咧其實你可以寺廟又得，寺又得，廟又得，都可以作福嘅。
OK 嗱，事關點解我會咁講咧？事關咧今年咧屬虎嘅啦，有一粒比較麻煩啲嘅血光之星啦。OK， 咁所以咧有機會開刀啊，有機會做手術啊，或者有機會係比較我哋唔想見嘅嘢啦。事關咧尤其是女性方面咧就比較會更加麻煩啲，所以咧最好就今年咧就檢查身體方面咧就最好就留意少少啦。嗱，交朋友方面咧就要小心啲啦。事關咧有一個咧專係俾人篤背脊星喺你嗰度，咁咧就好容易咧就俾好多小人喺邊篤你啊，成日即係總之就係是非多啦。係啦 ，OK， 咁喺健康方面咧，我都係頭先講緊啦，最好就係2024年就去即係2月4號之後咧就走去做一個祈福啦。咁跟住咧就最好就去捐下血先，破咗個血光先。OK， 咁嗱喺屬虎嘅朋友裏邊咧，喺1950年同埋2010年出生嘅朋友就要更加小心啦。OK， 咁喺工作方面咧，今年嘅工作咧就比較麻煩啲嘅。點解咧？事關咧白虎啦、子貝啦、飛廉三嘅兄弟咧就同埋一齊喺個命宮出現，咁變咗咧。你就一定係好多小人啦，好多人背後你講你是非啊、成啊，做啲小動作啊咁嘅嘢嘅。咁喺財運方面咧，你話佢係咪咁差咧？又唔係咁差嘅。雖然啲空星入咗宮啫，但係咧只要你將今年個財政上面係做得好嘅話咧，每一樣嘢提防啲嘅話咧，其實咧都有個突破出現嘅。OK， 喺感情方面咧，今年咧就其實咧就如果你唔係咁衝動，亦都唔會咁聽人講，即係流言是非嘅話咧，其實感情咧就應該唔會話去到好差嘅。OK， 咁2026年屬虎嘅朋友咧，咁咧我建議就最好帶翻1寸3盒，係啦，咁咧順次序啦，就係豬啦、狗啦、馬啦，同埋一個八卦。好啦，而家又講到2026年屬兔嘅朋友咯。哇，今年屬兔嘅朋友冇得頂啊，5粒星。點解咧？事關咧今年咧係大喜之年，就又貴人又出現得多，咁就變相3粒大嘅靚嘅星就係入咗你嘅命宮，咁加埋裏邊咧仲有咸池加桃花，嗱適用嘅咸池桃花就 very good 嘅。係啦，事關咧天喜星駕到嘅話咧，就每一樣嘢真係可以好順啊，財運又好啦，咁個天德星入到嚟咧，每一樣嘢就可以事事如意啦，有貴人睇住你啦，咁就加埋又有4方嘅財運入嚟啦，成啦，所以變咗今年屬兔嘅朋友咧，係真係冇得頂嘅。尤其是天德同福德兩粒星入嚟啊，聲佢代表嘅係財、正財同橫財。係啦，事關係一個安詳同埋一個貴人嘅福星嚟嘅，咁所以咧，我建議你咧每個月嘅初1或者係15，做一日當天咧，咁咧就唔使要裝香㗎，當天就希望佢賜啲財運俾你，咁你個財運就會自然會加強㗎啦。OK， 咁喺健康方面咧，頭先我先講啦，就3大粒星照住晒啦，咁基本上咧就身體咧就應該唔會出現好大問題嘅。OK， 咁咧通常都係小病嚟嘅啫，即係例如傷風感冒啊、成啊咁嘅情況出現嘅啫。天喜咧就代表一個喜事嚟噶嘛，咁所以咧如果你要真係想懷孕嘅朋友啦，咁咧就最好就喺初1、15咧就求個福啦，咁咧就等佢保佑你嘅平安啊，咁就要做多啲身體檢查啦，咁就應該可以順利咁去生產嘅。實際今年個天喜星係好大嘅。男性方面咧，屬兔嘅朋友咧就比較會有少少即係今年個運勢好啊，佢會有啲囂啊，咁就會有時咧就會變咗喺身體方面咧唔識去節制啊，咁就會令到身體會出現問題㗎啦。OK， 喺工作方面咧其實咧你要留意咩？就留意小人啫。點解你今年你個命宮裏邊有一粒咧，我哋叫做是非星。OK， 咁咧就專係是非嘅，所以你留意小人，你側邊嘅朋友或者你側邊嘅人。尤其是亂中意講是非嘅人，你就更加留意啦。OK， 嗱喺財運方面咧，今年個財運咧都係好大㗎，好好㗎。事關咧今年咧你應該個回報率你會好高嘅。咁但係記住唔好立亂聽人哋講任何嘢，要自己去分析，自己去睇，咁你就無往而不利㗎啦。
喺感情方面咧，今年咧頭先我先一開頭已經講緊啦，就係一個好靚嘅桃花年啦。事關咧今年咧你個桃花就會好旺，亦都好感情好豐富嘅，係啦。即係如果未有另外一半嘅朋友咧，今年就肯定好容易係揾到你合適而中意嘅對象。OK， 咁結咗婚嘅朋友咧，其實咧呢個你話好又得，你話壞又得。點解呢？實際你兩公婆嘅感情一定係會好好嘅，不過就有機會出現第三者嗱，不論男性女性都係。2026年生肖屬龍嘅朋友啦，OK， 咁咧即係話以今年咧，其實你好大機會咧就有受傷啊成嘅意外出現嘅，係啦，所以我建議你今年最好打下三合先。三合咧就係雞啦、老鼠啦、猴啦。同埋一個八卦 ，OK 嗱，咁又要留意下啦。如果你係1940年或者係2000年出世嘅朋友咧，就要更加小心啦。係啦，事關咧今年咧，你好大機會咧會有一個血光出現啦。又譬如好似2000年啲朋友就會去游水啊，成日都小心啦。點解你一個浮沉星咧就喺水裏邊，其實都係好危險嘅事嚟嘅。OK， 事關隻天狗星咧就代表容易受傷啦，咁咧有機會破財啦，咁個吊客咧就有啲我哋叫做喪事出現啦，所以咧就要盡量留意啲啦。係啦，小欣你本身個命宮裏邊咧有出粒天解啦，其實好多嘢都可以解決嘅，咁所以就係話每一樣嘢就小心啲，就應該唔會出現咁大問題噶啦。OK， 講到健康啦，身體啦。咁咧2000年出生嘅女士就要小心少少啦。事關咧，你今年咧好大機會咧，你會有氣管出現問題啦。咁 OK， 咁就其他屬龍嘅朋友啦，就要小心啦。點解咧？今年咧你有機會咧係會有車禍啦、意外嘅受傷啦，就同埋喺 OK 嗱喺工作方面啦。咁咧基本上咧，你只要今年用多啲用個腦筋去轉動嘅話咧，咁你細心少少啦，咁其實咧喺工作上咧，你應該可以做一番新嘅事業出嚟嘅。咁喺財運方面咧，其實今年咧就唔係咁利屬龍嘅朋友嘅。事關點解咧？今年其實咧你個破財機會都會比較大嘅。咁感情方面啦，其實咧今年屬龍嘅朋友感情咧比較波動啲，係啦。OK 嗱，譬如咁講，如果單身嘅朋友啦，或者係未結婚嘅朋友咁就唔同啦。事關我都講緊今年嗰個年咧係比較波動浮動，同得幾緊要嘅，所以咧變相咧你有好大機會出現一個異性係你心儀嘅異性出現嘅嗱，但係結咗婚嘅朋友就唔好咯。點解咧？事關咧你頭先講感情會起伏得好大，好似過山車咁，又上又落，又上又落，咁變咗兩公婆就好容易有摩擦嘅機會啦。OK， 而家係講到2026年屬蛇嘅朋友啦。上年咧就犯太歲啦。OK， 咁梗係運程性梗係樣樣都冇咁好啦，係咪？咁但係今年咧其實咧都唔係好得去邊嘅啫噃。雖然咧有一個卓越星可以喺度照住啦，但係咧裏邊咧都有個病符啊，有個亡神嘅即係唔好嘅星啦。OK， 咁咧就變咗咧就會令到屬蛇嘅朋友咧就會比較麻煩啲啦。係啦，至於亡神星咧，我就叫做七煞星，咁咧其實咧係代表好多飛來橫禍嘅事嘅，所以我建議最好就打一個三合先。OK， 順次序啦，就係猴啦、牛啦、雞同埋個八卦。OK， 嗱咁要留意嘅年份啦，就係1941年同埋2001年出生嘅朋友啦。咁你留意就係喺5月啦，事關5月咧，你留意有個心臟或者血管啦。係啦，事關咧，如果唔係嘅話咧，好大機會令到你咧個肝臟啊、胰臟啊就出現太大問題㗎啦。OK， 今年工作方面咧，其實咧就有個吉星照住啦。咁喺事業上咧，你其實有新嘅發展，又有貴人出嚟會幫到你嘅。喺今年咧，你好大機會咧會轉過另外一份嘅新嘅工作。咁呢個新工作咧，其實咧個發展空間都會好大嘅。咁你做好心理準備迎接下一年嚟嘅工作啦。
OK 喺財政方面咧 ，OK 你又會有其實都有幾大嘅上升空間嘅。咁好自然啲財運咧就會比舊年會提升咗嘅。尤其是喺下半年啦，你嗰個財政咧，其實咧個財運係比上半年會更加好啲。即係你今年其實咧最容易唔見嘅就係銀包啦，手機啊、銀包啊，或者你自己隨身嘅物件啦。OK， 咁喺感情方面咧就冇乜突破嘅啫。咁今年如果結咗婚嘅朋友咧，其實咧就冇乜嘢話大嘅衝突啊成嘅，只要大家互相可以傾到偈，就其實每一樣嘢都可以解決到啦。事關喺感情方面就冇乜問題。咁而家講到就係2026年屬馬嘅朋友啦。嗱，屬馬嘅朋友咧，其實今年咧就係本命太歲啦。OK，咁犯太歲啦，太歲頭上咁啊，梗係唔好動土啊，肯定啦。OK，咁咧所以咧，我建議你咧過咗2月4號之後咧，就去廟度做翻個太歲符。點解我話好同一半一半咧？就係話實際本身今年你個吉星咧，其實都幾大下嘅。點解有一個象星？象星代表權力，就不過就代表孤獨啦。實際你有權越大，你個孤獨就會越多。OK， 咁跟住嗰個咧就金貴咧，金貴代表咗咩咧？係錢財啦，你嘅運氣啦，你嘅人緣啦。所以今年盡量去做多啲喜慶事啊，或者去多啲喜慶嘅地方啦。咁喺健康方面啦 ，OK， 咁咧就喺1990年出生嘅女士就要小心啦。尤其是如果你懷咗孕嘅朋友添，點解咧？事關咧，你今年好容易會小產。係啦，事關今年嗰兩頭先我講嗰兩個星咧，就比較對孕婦啊成係比較麻煩啲嘅。OK， 咁有時間咧做咩咧？就係檢查下眼部啦、心臟啦呢兩個位置。但喺工作方面就冇得頂喎。點解？頭先我先講緊你一個象星同埋一個金貴啦。咁代表咩咧？代表話你可以今年係名利雙收嘅意思啦。只要你識佢點樣去利用你嘅即係你個腦筋去創你嘅事業嘅話咧，你今年就好容易會升級，亦都會領導做一個領導嘅人士。OK， 財運方面咧，其實咧頭先我講有個金貴咧，金貴代表咩咧？就係代表財源滾滾嚟啦，生意興隆啊成嘅。咁即係變相話做生意嘅朋友又好，打工嘅朋友都好啦。今年個財運咧就好自然就碌到入嚟嘅錢啊！OK， 咁喺感情方面咧，就其實咧就要留意嘅就係咩咧？今年咧你會特別容易出現桃花。咁未婚人士梗係冇得頂啦，係咪先？你桃花大咗，自然人緣多咗，咁人嘅出現就會多咗啦。但係結婚人士就要留意啲啦。OK， 唔好人哋同你傾得啱傾，你就以為自己人哋會中意你。其實呢個桃花其實係一個我哋叫做唔係咁靚嘅桃花嚟㗎嚇。但係未婚人士或者係未有拖拍嘅朋友咧，呢個就係靚桃花啦。而家又講到屬羊嘅朋友啦，係啦，2026年屬羊嘅朋友咧，今年咧有一粒好大嘅太陽星照住，係啦，咁即係代表你今年咧個貴人咧係一個男性嘅貴人出現啦。事關有個天空啊、鞍馬啊、個陰煞啊咁樣出現，咁咧變咗咧你做嘢成咧就好容易咧俾人哋叫做即係好容易俾人拉低你或者跣你啦。又有機會你做嘅嘢得個空嘅啫，係啦。實際陰煞裏邊即係代表咧係啲女性嘅，咁女性咧又會代表生產啊、性啊、懷孕啊咁樣，又有啲古靈精怪嘅病啊咁出現嘅。但係咧，如果屬羊嘅朋友咧，今年咧出外工作啊，或者去遠行嘅地方咧，咁個機會率就會大好。不過咧就留意啦。OK， 事關粒天空咧就即係頭先我先講緊咧，就好容易令到你咧有機會破財啦，不過咧女性方面就要小心啲啦。點解咧？是一粒太陽星咧就專係利男唔利女嘅，咁女性就要留意少少啦。OK， 咁講到健康咯喎，嗱 OK， 身體咧就比上年就好好多啦。係啦，事關如果你今年太過操勞嘅話咧，就會影響到你個腸胃啦。
OK， 嗱咁女性方面就要小心啲啦。頭先我先講有一個咧對女性唔係咁好嘅星喺個命宮裏邊啦。咁如果你今年咧有諗住懷孕嘅就小心啲啦。事關咧嗰個我哋叫陰煞啦，就係代表女性嘅出現嘅古靈精怪病嘅。OK， 嗱工作方面咧其實咧你做嘢成咧如果你公司或者你老闆係一個男人咧，咁咧你就冇得頂啦。OK， 喺財運方面咧，嗱有一粒天空之星啦，我哋叫做咁咧就顧名就即係天空，就係根本上係叫做咩都冇嘅。但係好彩咧，得太陽星一照住啦，太陽照住個天空啦，咁你就會晴朗嘅。咁只要你做嘢成咧，你只要用下腦筋或者大膽啲去嘗試或者去創新嘅話咧，其實咧都可以見到晴天嘅。OK 嗱，頭先先講啦，有一個咧我叫陰煞啦，所以咧簽合同啊或者睇文件咧，你就要小心啲啦，唔好俾人陰到你啦。OK 嗱，咁今年單身嘅男士咧就有好大機會可以識到另外嘅一半啦。尤其單身嘅女士咧，就要留意少少觀察對方啦。事關咧，始終你今年咧對你嗰個感情方面都係會有啲麻煩嘅，係啦，所以唔好諗住咁心急，哇！識到個男仔好靚仔，咁你就自己中個頭埋去就咩都唔諗啦嚇。嗱 OK， 咁啊二咗婚嘅朋友咧，就基本上咧今年嗰個感情都其實都幾穩陣嘅。不過二咗婚嘅男士咧就要留意啦，點解咧？事關咧有機會咧出現一個我哋叫做假桃花出現，咁咧就有機會出現第三者啊成嘅。咁而家我哋講到就係2026年生肖屬猴嘅朋友啦，咁咧就變咗你今年咧就要東奔西跑，四圍頻頻撲撲，四圍去做嘢，你先可以揾到錢啦，叫做係啦，喪門啊、地喪啊、孤寡星出現咗。咁即係變相咧，你出去做嘢又好乜都啦，你係自己一個人去做嘢，即係會覺得好孤獨啊，好悶啦，係啦。咁仲要咧留意屋企嘅年長嘅長輩啦。事關今年你出嗰個喪門地喪咧，其實係我哋叫做不吉利嘅星嚟嘅，咁有機會係會迎喪啊、送喪咁之類嘅嘢會出現㗎。咁我建議咧就屬猴嘅朋友今年一早大過3合啦。OK， 咁順次序就係蛇啦、龍啦、老鼠同埋個8。OK， 咁嗱，尤其是1980年出生嘅朋友就更加要小心啦。係啦，事關咧你好大機會會腹、頭、胃呢3個地方會出事嘅。OK， 所以記得啦，如果出外去公幹啊、旅遊啊、或者去玩都好啦，就記得要買一份保險俾自己，係啦，預防咧身體突然間出現咗問題啊，或者受傷啊，或者喺交通裏面出現我哋唔想見嘅意外啊，性咁起碼或者你買咗個保險嘅就有一個 backup 俾自己，咁你就放心啲啦。係啦，喺工作方面咧，就今年你頭先我先講緊啦，要東奔西跑啦，日撲夜撲咁樣。係啦，咁你先有機會，咁你亦都有機會可能轉新嘅公司，轉一份新嘅職位。OK， 咁講個財運方面咯，咁咧今年其實財運都起伏都幾大下㗎，會高會跌得好犀利嘅。OK，咁凡事咧最好就親力親為啦，自己去跟緊啲嘢啦，咁咧你嗰個力量越大咧，你個財運就會越高嘅。OK， 喺感情方面咧，根本上今年咧就其實係不利於感情啊姻緣嘅。係啦，咁如果已婚人士咧就要醒目啲啦嚇。事關咧，你有好大機會咧會婚外情啦，會有第三者出現啦，係啦，所以結咗婚嘅朋友咧就千祈唔好亂嚟啦。OK， 單身人士咧你話今年有冇機會出現浪漫咧？有嘅，事關你頭先我先講啦，都有個桃花喺度嘅，嗰個桃花，但係咧就有機會咧係一個我哋叫假桃花。咁亦都未必有機會可以成咗事實出現嘅。好啦，我哋而家又講到咧2026年屬雞嘅朋友咯喎。哇，今年屬雞嘅朋友咧，好事就多啦嚇，尤其是女性添。點解咧？事關咧，今年你個命宮裏邊出現咗咧一粒太陰星啦，仲有一個紅鸞星啦。咁紅鸞代表咩咧？代表有婚嫁啦，又有喜事啦。咁太陰星就代表咩咧？有一個女貴人出現啦。事關今年屬雞嘅朋友咧，就利女不利男。係啦，事關太陰加紅鸞咧，咁變咗就喜氣洋洋嘅出現咗啦。咁人嘅精神就會爽咗，所以太陰嘅星就會更加強咗。
咁但係男士就唔同啦，而家男士咧今年咧就比較弱啲嘅，唔係唔好運，不過就係好容易俾女性去或者俾女性去引導佢做啲唔應該做嘅嘢。OK， 嗱喺身體方面咧就唔好太過疲勞啦，係啦。咁女性方面咧最好就過咗年咧就走去做一個婦科檢查啦。咁所以其實咧喺病裏邊咧其實咧就留意就得噶啦。反而今年屬雞嘅朋友個病就唔會好，即係唔係好緊要嘅啫。OK 嗱，今年咧工作咧就其實咧，如果你個上司係女性嘅話咧，咁咧你就好容易可以令到個上司中意你啦，讚賞你同埋提升到你，係啦。所以你好好把握今年，如果你上司係女性或者你老細係女性嘅話嘅一個時間啦。OK 嗱，單身人士今年咧即係講感情啦。OK， 咁咧今年咧其實咧係一個你會好容易一見鍾意嗰個異性嗰個人嚟嘅。咁未婚嗱，即係未婚意思即係話未結婚但係拍緊拖嘅朋友咧，咁個就係恭喜你啦。係啦，事關今年咧，你應該係會拉埋天窗共諧連理，咁行過一個好浪漫嘅一年。OK， 咁已結咗婚嘅人士就要小心少少啦。點解咧？事關今年個桃花個紅鸞桃花都幾大下㗎嚇。係啦，咁咧就唔可以亂嚟啦，又唔可以見到有靚嘅異性中意異性咧，就可以諗住話同佢有交往啊、成啊咁樣啦。好啦，咁而家就講到2026年生肖屬狗嘅朋友咯喎。OK， 事關你好嘅星裏邊咧，吉星咧就有地解啦、華蓋啦，同埋有一個三台星喺度嘅。咁咧三台就主要代表權力。OK， 咁華蓋咧就代表咩咧？讀書啊，或者係考試咧係比較容易啲，對你係容易名列前茅嘅。係啦，地解就話基本上係乜嘢都唔係咩都可以同你解決到，不過可以盡量將你降低。OK， 咁嗱，空星裏邊咧有個五鬼啦，有個官符啦，有一個撲頭啦，即係卜頭。OK， 咁咧你又今年你有機會出現咩情況咧？就係少人多啦。有官非啦，就同埋好容易俾人打劫，尤其是1970年出生嘅朋友就更加要小心啦。仲有要留意提防咧，就有機會中風啊、腦出血啊，或者頭部有好多問題出現啊咁樣，係啦，咁提防受傷啦。OK， 咁女性方面咧留意就咩咧？由今年咧你有機會啦，會做手術啦。或者會喺面部整容啊，或者係OK， 喺工作方面咧，大家就要好好把握你手上嘅工作啦。嗱，文件啊、簽名啊，或者某啲文件，你就要睇清睇楚，千祈就唔好踏入去一個陷阱裏邊，咁你就好容易會惹咗官非㗎啦。嗱，今年咧做咗咩咧？就少説話，多做事，就唔好理咁多人哋嘅嘢啦。尤其是咧提防咧自己身邊嘅同事啦，或者唔係好熟嘅朋友啦，事關佢有機會咧出賣你啦，或者有機會係利用咗你。OK，喺財運方面啦，咁咧五鬼啊、官符啊、撲頭嗰啲三個一齊嘅話咧，今年你嘅財運咧其實咧係會爭一啲嘅。總之記住，凡事都要忍，錢可以解決問題嘅，其實已經唔係問題嚟㗎啦。OK， 喺感情方面啦，咁結咗婚嘅朋友咧，今年咧就要特別留意啦，事關咧有一個咧假嘅桃花出現，咁你會令到你好開心。點解？你覺得好有機會？但係單身同埋未婚人士就唔同咯喎。係啦，事關咧今年出現嘅異性或者你自己心儀嘅對象，其實咧就係真係嘅桃花啦。OK， 咁所以記得啦，今年屬狗嘅朋友咧就記得攞個三合啦。咁順次序咧就係兔啦、馬啦、老虎同埋一個八卦。係啦，咁防止咩咧？防止有啲小人作弄啊，啲官非纏身啊，有意外俾人整到個頭部啊，成咁嘅嘢啫。2026年生肖屬豬嘅朋友咯噃，今年咧屬豬嘅朋友啦，個命宮裏邊出現咗有咩咧？就有月德、玉堂呢兩粒，我哋叫做頗為有權力嘅星。係啦，月德星就其實咧係主管係女性方面嘅，咁但係唔好嘅星就反而仲強咗。點解咧？有死符啦、劫煞啦、小耗星呢啲出現啦。小耗星咧就代表咩咧？官非同埋破財嘅。係啦，咁咧就
死符咧主要係專係理咩咧？就係話你受傷啦、意外啦，有機會留到疤痕啊咁嘅。所以咧今年咧過咗2月4號之後咧，就最好去啲廟度求翻個平安福啦。盡量咧去參加人哋多啲喜慶嘅節目，唔好去參加嗰啲喪禮啊成咁嘅。事關點解咧？事關嗰兩粒吉星咧，玉堂啊，就代表貴人星嘅啫，就代表貴名氣嘅啫。咁咧個月德星因為代表係女性為主，主要係咩咧？有增強你個意志能力啊、思考能力嘅啫。OK， 咁我建議你最好打個3合老虎、羊、兔同埋加個8卦。尤其是1971年出生嘅朋友，咁咧就更加要小心啦。事關咧今年咧嗰個本身嗰個生肖咧，同另外一個大家係互相咁牽制住嘅，咁咧你好大機會咧就會令到你個心血管出現咗好大嘅問題。女性方面咧，如果你今年真係即係懷孕嘅話咧，就要小心啦。事關咧，基本上今年咧會好危險。咁你話齋，如果真係有咗咁點啊？咁你就係真係要小心少少啦，就去檢查多啲。係啦，所以咧基本上咧身體裏邊咧小嘅病就唔會出現嘅，一出現就好大件事。OK， 喺工作方面咧就提防咧，就今年就是非多啦、口舌啦，容易同人有衝突啦。係啦，即係寫文件啊，或者喺契約啊、簽名啊、信用裏邊咧，你就唔好大意。咁如果唔係嘅話咧，官非就自然會走到你哋門口噶啦。OK， 嗱咁喺財運方面啦，咁咧有個小號星啦，就可以令導致到你咧有機會係破小財嘅。OK， 嗱喺感情方面咧，你話好又得，你話唔好又得。嗱點解咧？事關咧今年咧個感情方面咧，你好容易識到新嘅異性出現。咁咧未婚嘅朋友反而就好啲嘅。好啦，咁我喺度恭祝大家新年快樂。